后来因应着风台的到来，屏东恒春半岛透早这个雨度一阵一阵，风阵头海影真大。台南市农业局呼吁农渔民严加戒备，若高雄市的农业局嘛提醒农友爱斟酌。伫台南新市镇火龙谷的陈先生，一透早赶紧甲抽水马达边啊会拆掉的物件清清去。烦恼风台的带来大雨，排水设施当然真重要。就会把一些排水的管道啦，都会巡过一次。过来是安南区种麦垄的农民，嘛是一透早就加强温室固定，避免风台的毁掉才拄种的麦垄栽。风雨较袂约上，栽啊较保护掉，安尼较袂约损害掉。来到高雄的麦垄，即马当咧种土毛豆和菜头。种菜头的农友真大哥，摕手机啊直直看米青分度的雨量。6小时的降雨。过一礼拜就会当收成，真正足惊即摆风台会造成损失。伊甲排水孔清好清气，做好所有的准备。萝卜在1个礼拜就要拔了，对不对？只要一进到水就完了。台南水利局人员检查水闸门，台南和高雄市府的应变中心，拢是一透早就提升做一级开设，提早进行各种的防台准备。